老凤凰，请问你可以用火遍全网的奔驰广告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套房子吗？即使你係因為一時嘅原因冇睇中，或者係錯過咗呢層樓，但仲有一日你都會擁有一套屬於你自己嘅屋，你亦都會聽到屬於你嘅嗰句恭喜你成為天禧尊貴嘅業主。成交只係我哋緣分嘅開始，服務沒有終點。但願天禧呢套173平方、3房3衛嘅屋，可以照亮你嘅愛情、事業同埋前程。一房立4季，一屋成理想，一家享團圓。星光不問趕路人，歲月不負有心人。願你歸來時仍是少年，無論你嚟時嘅路幾咁坎坷，呢一套承載住你理想嘅屋，終將為你代言。